欢喜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3月26，旧历的2月14，礼拜5。后来关心这个台中为4月初6开始限水的措施，送5停2，每礼拜要停水2天。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民众是开始来消买着水桶。这个卖场的头家讲，这个昨暝才进1000卡的水桶，结果到早起都已经卖得要一半条了。另外做水电的原来真无用哦，因为有不少的民众抢要按水塔。这停水除了影响到民众日常的生活，嘛影响到做生意的，像这个美发业者，讲停水了后，可能敢会当帮人客来剪头毛，袂当洗头了。啊，有一寡无水台店家讲，只好直接来公休。台中的5金百货拢是大大细细水桶。5金百货的门口呢，可以看到呢有各种的水桶，像这样子小的，还有这样子大的，堆得比记者还要高。就是因为台中呢即将要面临停水的问题，大家呢都想要来抢水桶。开车的人客一摆就搬3、4桶，嘛有人骑车硬要搬1桶。大家拢惊扫落来停水会影响生活。几天要用的时候再开始用，只是说怕买不到水桶。因为家里面没有水桶啊，我们想要储水看看。一跳早业者进1000桶的水桶已经卖一半，除了水桶，饮用水嘛真有效。现在增加就是一直在抢货，但是好像有听到一些厂商说仓库快没货了。甚至有民众想要直接安水塔，水电业者电话才袂煞。大概多了3、4倍以上，目前师傅都很欠缺。有人因为停水生意变好，嘛有一寡业者真困扰。像做沙龙的业者，停水时就无法度替人客洗头，因为现在没办法帮客人服务啊。不过嘛有业者认为，真侪人客拢是专工来洗头的，停水了根本无法度做生意，所以决定刷落来停水的时间就会直接休困。